幾耐可以再占卜？重複占卜會唔會準呢？好多人問我占卜要隔幾耐先可以再問呢？簡單嚟講，重複占卜同一個問題真係可能會唔準㗎喎。點解呢？因為你一直問嘅話，能量會變得混亂，牌面可能反映你嘅焦慮或者執念，而唔係真相。我嘅經驗係，如果問同一個問題，建議最少隔7到14日，等生活有新嘅變化再占卜。短期入邊重複再問嘅話，牌面嘅信息一係就容易重複，或者模棱兩可，互相矛盾，反而造成惡性循環，累積好多負能量㗎喎。我教學生嘅時候會提醒佢哋，塔羅係幫你睇清當下嘅情況，而唔係讓你困喺問題入邊嘅。所以問一次之後，俾自己時間去行動，然後再返嚟驗證一下，咁樣占卜先至有效㗎。想學點樣問出好嘅問題，歡迎報名每個月舉行嘅直覺塔羅工作坊，每位150蚊，可以過嚟體驗一下點樣唔使記牌意都做到好準嘅占卜，或者報名塔羅課程 Level 1，直接上堂由零基礎學習成為一名占卜師。我係香港專業塔羅協會會長 Manny， 有22年嘅塔羅占卜同教學經驗，多年嚟教學學員超過1000個。快啲 WhatsApp 我哋51164824，或者係66327332，了解詳情。歡迎追蹤我嘅IG，獲取更多塔羅知識。下集見。